我哋而家喺愛媛縣渡口溫泉嘅本館，佢係日本最古老嘅溫泉之一，聽聞佢有3000幾年嘅歷史，亦都係千與千尋場景嘅原型。跟住 GBA 一齊探秘渡口溫泉本館，睇真啲呢座日本國寶級建築，神奇嘅3層木造結構，竟然一支釘都冇用過，全棟靠精準嘅棗木技術接拼。傳說古代有隻白鷺日日嚟浸呢度嘅泉水，受傷嘅腳神奇痊愈。當地人跟住發現溫泉，呢度唔單止係千年名湯，仲係日本文學嘅聖地。館內仲有文物展覽，必睇珍貴文物，秀石親筆信、指揮牌據短冊、作家嘅住宿登記簿簽名。參觀皇室專用浴室有新殿，從房間裝飾到擺飾都選用頂級物品，採用桃山時代嘅建築樣式。精緻嘅雕塑充滿日式古香。去到秀石散步道，喺日式庭園打下卡，體驗一下日本文豪嘅寧靜日常。夏目漱石就係喺渡口溫泉本館創作少爺噶啦，仲可以買到渡口溫泉嘅特色手信。交通方面，除咗搭電車到渡口溫泉站，自駕遊嘅朋友可以喺旁邊嘅專屬停車場泊車。GBA 設有日本5大航點，快啲嚟預訂，開啟你嘅日本自駕之旅。